台中的大甲高中甲转型城镇协会来合作，举办着活动，让老师甲学生骑着自行车甲电动的辅助车，探访着周边的小城镇，认捌着在地产业甲文化。 这间伫大家进入特色的店，保留宋朝生活4艺之一点题精神，和同学透过体验，感受英国文人雅士所追求的生活。还不错，而且蛮好喝的。学到跟现代不一样的喝茶方式。 为了推广早托教育，大甲高中最近结合转型城镇协会举办美手工之旅行，安排美工课的师生透过骑脚踏车、甲电动辅助车，拜访边仔小镇，像老街建筑、青创店面、甲漆艺工坊等等，并且结合访谈记录、摄影、美编等等教学活动。伊嘛讲，好学生认捌在地文化甲特性。 诉求我们青年返乡的这样的一个诉求，让甲中的学生他们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就一起共同来参与，然后更认识自己的家乡。校方希望讲透过早托课程和这阵美工课的学生，伫教室内面学习甲校外探访经验互相做结合，对了累积学习经验，嘛更加使落实新课纲体验学习的探索精神。